府計劃修例規管網約車，但未交代具體發牌數量。運輸及物流局長陳茂波話：現階段冇傾向推行網約車嘅供應。政府就網約車牌照發牌數量展開諮詢，喺提交俾立法會嘅文件中引述有意見建議，劃一1萬至15000個網約車嘅車輛牌照。網約車平台本來提交意見書，話過去1年本港有超過3萬個活躍網約車司機，如果淨係下發牌15000個，唔足現有供應嘅一半。又預料繁忙時間可能有40%乘客未能夠預約，車費更加可能上升7成。建議當局設動態調整機制，可以自動增發牌照，發牌亦應該以現有司機優先。不過喺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上，有議員擔心發牌太多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回應話，會建立監察機制，靈活調控供應量。今天嚟講咧，政府冇一個傾向性，我哋都係繼續聽意見。嗰間嘅配額咧又不能太少，否則咧市民咧依然會面臨拖車難呢個問題，服務質素咧就會難以保證啦。但係咧配額咧亦都唔可以一下子係太多，以免對於交通嘅負荷咧係造成咗衝擊。我哋亦都要保障咧現有司機從業員嘅生計，數字嘅上限咧唔會係一個死板嘅數字，但係我哋都要話一個數字，讓到行業係有一個確定性。政府有冇機制咧防止一個大規模咧啲內卷式去發啲補貼啊去搶客啊？其實我哋有手段係可以咧去就住佢嘅收費咧去作出一啲嘅監控啦。因為我相信我哋嘅數目始終係有限。咁如果你係限定咗某一個平台咧，其實呢個會容易做咗一個壟斷。佢又話條例會定明運輸署日後發牌，除咗抽籤之